電腦科學家恩頓被譽為 AI 教父，佢辭咗 Google 嘅份工，首次提及人工智能嘅風險。警告啲系統正超越人類智慧。75歲嘅電腦科學家恩頓辭職之後，接受多間傳媒訪問，大談人工智能嘅風險，並警告人工智能經過深度學習之後，佢嘅數據同資訊容量將會超越人類嘅大腦。And right now, what we're seeing is things like GPT-4 eclipses a person in the amount of general knowledge it has, and eclipses them by a long way. In terms of reasoning, it's not as good, but it does already do simple reasoning. 恩頓喺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嘅時候，話現時發展中嘅人工智能，佢嘅智慧同成長速度同預期相比出現落差。人工智能唔單止能夠個別學習，仲能夠自動同即時將知識分享俾其他人工智能，所以佢哋擁有嘅龐大資訊量遠超於人類，並將喺不久嘅未來較人類聰明。有 AI 教父之稱嘅恩頓，佢對神經網絡同深度學習嘅研究，為現時嘅人工智能例如 ChatGPT 打下基礎，但佢就對佢嘅工作感到後悔。佢話人工智能極速發展唔單止能夠取代人類，導致人類失業，亦都唔排除散佈錯誤資訊，令到人類難以分辨真假。最壞嘅情況更加會出現不法分子用人工智能做壞事，對人類同社會構成極大嘅風險。但係即使人工智能存在風險，恩頓話喺短期內佢帶嚟嘅好處遠超於風險，所以唔應該停止發展。並指出政府有責任確保人工智能沿住正確嘅方向發展。無線電視記者何英喬報導。